注意事項及免責聲明。此影片只作輔助用途，僅供已參與守護腦朋友運動班的內部會員觀看，請勿外傳。基於安全考慮，請選擇合適且安全的場地、座椅及器材，並確保有足夠的活動空間。所有運動都可能導致意外或受傷的風險，長者應先明白及理解此類風險的存在，並決定是否參與。長者選擇跟隨此影片進行運動，亦等同於同意且願意自行承擔相應的風險。在進行運動前，長者應評估自身的身體狀況，量力而為。如有身體不適，請先諮詢醫生或醫療專業人士的意見。跟住落嚟咧，我會教大家第二組嘅肌肉小腿肌肉訓練嘅，主要係訓練咧小腿中間嘅肌肉嘅。有一組唔喺後面見到，只喺側邊見到嘅肌肉。首先我要曲膝啦，坐好，兩隻腳咧同膊頭一樣闊，坐直嘅。咁我會坐半張凳，咁我想比較側面，大家睇會清楚啲嘅。咁嗱，腰板要直收腹，挺胸收腹，保持正常呼吸。咁啊，睇下我隻腳啦。嗱，你可以將兩隻手指擺喺個小腿內側嘅。咁我會慢慢將個腳踭升起，上面收到最緊，你見到嘅肌肉就會收緊咗噶啦。慢慢踩翻腳踭落地下，咁樣嗰組肌肉就會軟化翻噶啦。咁我哋來回做20下，慢慢上收緊，慢落1，慢上收緊，慢落2，慢上收緊，慢落3，慢上收緊，慢落4，慢上收緊，慢落5，保持正常呼吸。慢上收緊，慢落6，慢上收緊，慢落7，慢上收緊，慢落8，慢上收緊，慢落9，慢上收緊，慢落10，千祈唔好做得快啊！慢上收緊，慢落1，慢上收緊，慢落2，慢上收緊，慢落3，慢上收緊，慢落4，慢上收緊，慢落5，慢上收緊，慢落6，慢上收緊，慢落7，慢上收緊，慢落8，慢上收緊，慢落9，最後一下，慢上收緊，慢落10。咁今日我教大家嘅第二種肌肉訓練就完成啦。